问答已经开始到正文了嘛，所以大家开始慢慢有知道的话呢，那我桌上有一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的话，因为不是有关意识经文意识，而是关文字的时候，文字就是我来处理的话，他说那个后面说舍利佛称呼观世音菩萨善男子而不称菩萨的话，为什么这不是舍利佛在称观世音菩萨为善男子？他是舍利佛对观世音菩萨问说，凡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想要修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呢，是要怎么去修？所以大家这是会错意，他不是舍利佛在称呼观世音菩萨叫善男子，或者他后面就不会紧接着说善女人了吗？如果他昨天我们讲到了，他不会说你又是男生，你又是女生吗？所以他是凡是善男子，凡是善女人，如果想要去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圣妙行，应该要如何去修嘛？等于说白话一点，他说凡是我用白话一点来说，凡是有具根器的，想要过有意义的人生的，男性众也好，女性众也好，都没有差别。他要怎么样去修持？见到应该说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而去获得佛陀的这个一切遍智呢？要怎么样去做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善男子的话，他这边的同学是会错意了。这个善男子不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不是标点符号，那是大家自己会错意。他不是观世音菩萨叫称呼为，他是凡是善男子、善女人来讲的话，他这个跟标点符号没，就是说凡是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不是说观世音菩萨是善男子、善女人这样子。好，那我们到这边来讲，那我们昨天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以上来讲的话，前面立照、照见、五蕴、意皆自性空，这边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前言，和后面的说，与是具受舍利佛成佛威神力，白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在这边来讲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说这边都还是开许经哦，这边都还一直到这边为止都还是开许经。为什么是开许经呢？因为这都是在我们如果假使是说是阿难尊者的话呢，是阿难尊者做旁白啊。阿难尊者做什么旁白呢？说，佛也入了深深的空性的定，观世音菩萨也入了与这个相似嘛？为什么说相似呢？因为佛，我们上次老师不是有解释了，我们说前面来讲的这个所谓的观照生妙法品三昧的话，有什么差别？佛是与众不同的，在一刹那可以以限量去入定于世俗地跟圣义地的一人，只有佛一人而已。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有入定，有入这个三昧耶，可是他是入什么呢？相似的，他在后得智的位置的时候呢，已经可以承办众生的业了。可是他没有办法什么呢？他没有办法在入定的当下去承办众生的业的时候呢，所以他只能说什么呢？他在十地菩萨的时候是相似的，已经入了一个相似的定。但昨天有同学就问说，那为什么是观世音菩萨没有入吗？不是，前面是把名词跟动词都说了，以生妙法定而去观照空性的时候呢，后面的话说照见五蕴意皆自性空，它是以什么去照见呢？它是以三昧定去照见五蕴意皆自性空。所以后面接下来说，与是具受舍利佛或舍利子，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已经昨天有略讲跟大家讲说舍利佛传吗？看他是以佛陀的十大弟子以来智慧第一。有些人说什么呢？舍利佛是除盖藏菩萨的化身，他只是示现的一个大阿罗汉的相貌来出来的话，实际上他是八大佛子里面当中的除盖藏菩萨。那这边来讲的所谓的具受的话呢，不是代表说具有寿命，而是具有善根、具有因缘、具有这些的可以依着心经而去获得认知、证得意识的这样的具有这种的根器的、具有这种的因缘的舍利佛。成佛威神是什么？
我们说这很重要。这个字在什么是代表往后以后这些都什么呢？他前面讲了这个之后，后面就不会再讲说成佛为神，因为后面是不管是舍利佛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都是成佛为神。代表什么为神呢？它是依循着佛陀的加持力，依佛加持力而说的这个经。所以以这个以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加持经开始了，是由佛陀的加持而由观世音菩萨跟舍利佛的嘴巴而说出来的问答。所以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白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这边来讲都是开许白言旁白。看什么呢？善男子若有，或者善男子这边来讲的话，昨天是不是有人就说那是善男子善女人还是什么呢？因为后面大家有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回答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善男子善女人，所以这要把它以这个引荐说什么，前面也是善男子善女人，没有之处都要往后来讲。我们后面看到般若2万颂等等的话，都是这样子。他在破说什么？我们在心经没有看到，他只是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可是，在般若2万颂，他前面会说什么呢？凡是运等一切诸法，皆为无地时，而名言是有，因此无眼耳鼻舌身意。他就前面有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后面就已经清楚说，这个所谓的破斥空是什么？是没有自性的，或者没有地时的。那个来讲的话呢，这个来讲的话，代表说什么呢？它破斥它是地时存在，而是它是名言的有。名言的有来讲的话呢，在凡是前面有的话，后面要以此推类，要以此推类来讲说，后面就是入。所以也这边来讲的也是一样，说成佛为神是什么呢？不只是舍利佛这边要问的问题是成佛为神，他后面的观世音菩萨给予的回答也是成佛为神力。那这边来讲说什么呢？善男子善女人，若有这边就是什么？凡是嘛，凡是任何一个人想要修持般若波罗蜜多圣妙法行，做何修习的时候呢？这边我们说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广释了。它广释哪里呢？是前面的总义。总义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说礼敬婆伽梵，佛母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完全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总义浓缩，把它释放或者广说的时候呢，当然也就会讲到这个。我们这边可以分为什么？是不是有所谓的所全般若、能全般若？能全般若当中又分能全的净上般若跟所全的净上的般若跟所全的有净上的般若二者。那所全的般若是什么呢？就是观空性嘛。看以观空性，它是以什么去观呢？是依着5道10地，从我们哪里的？从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而获得是什么呢？是获得果位上的般若。所以它是什么呢？它是观修所修的境是为境上般若空性，以能修这个5道10地的，不要说5道了，4道的般若，那获得什么呢？获得果位的般若。这个来讲的，所以我们这边最后昨天是不是老师做了一点解释，说什么呢？那深妙行者是什么？是名词，这是他的行为啊，行为所做的那个。因为大家有时候我们以前的这些别的译者有做不同的译词，我当然知道，我知道。我说大家有看过的经书，我应该没有少于大家。当然我都有看过的时候，可是，在藏文的用词是什么？是动词是能，名词是所，它有一个一致关系，这个关系。可是我们中文常常会有时候这样子，有时候那样子。但我是想把它统一，就是变成大家如果按照知道藏文的统一是什么？是能什么就是动词，所什么是名词了。所以说我说能生是不是在什么在因嘛？所生为果，能取是有境，所取是境嘛？是不是它就有一个这个来讲，有一个能什么的话呢，它是变成动词；所什么一样的变成这个来讲，或者我们藏文常常举的例子说什么
能断是能断者在哪里？在斧头上。所断是什么呢？是在于树木上。这就很清楚了，这在来讲。所以昨天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你说空性是所依？那个例子是能依，因为能依者嘛，它是依靠着什么？能依者是柱子、瓶子、人，所依空性，空性是依这个而安立的，所以才讲。我当然知道有些人讲说，能依空性所依的处，可是这刚好是跟我们藏文是颠倒过来。按照藏文的逻辑的用词，什么是动词者为叫能，由它而生出的，由它而做出来的那个名词呢，是在所。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的话，那不管别人后面的译者是怎么样，可是我大概我会用的用词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这边，所以说，生妙行者是什么呢？是所做的行为。如果要得到般若波罗蜜多所要造作的行为，应如何去做呢？应如何去做嘛？是不是后面的这个作何修习？作何修习这边就是什么呢？就是动词了。前面的生妙行，虽然两者都是行修，前面的生妙行者是，如果要获得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佛陀的果位的般若的话呢，他要具有怎么样的一个波罗蜜多的行为，而要应如何去修？所以前面的这个生妙行是所修所行，后面的做如何修是能做能修能行来做这个。看大家也知道是说，昨天开始了，这边从这一句话在整本心经里面的时候呢，舍利弗亲口提出来的问题就只有这几句，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欲修般若波罗蜜多生妙行者，作何修习？所以我们说舍利弗跟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对辩呢，不是舍利弗提出一个问题，观世音菩萨回答一个问题，舍利弗又问，和观世音菩萨又回答，不是，就是舍利弗一开始提出了这个很深又很浩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而观世音菩萨以后面就是完全是观世音菩萨来做回答了。看大家有看到了，我们是不是后面他开始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51种的分类，慢慢就开始了。从无眼耳鼻舌，我们说色不异空，色就什么受想行识是五蕴，后面开始有说什么呢？后面是不是有说以诸法空相，无有性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等等的话，我们一会下去看的话呢，就是下面开始就所谓的51种分类，跟59种分类，乃至51种分类、59种分类，就会开始慢慢开始了。这个我们是最广的话，以心经来讲的话，他说心经是分51种分类。和如果收摄的话，我们昨天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就说它收摄在为30种分类嘛。前面从什么？从五蕴，是不是？后面讲12处，后面讲12缘起，后面讲四谛30处，30个分类。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30种分类了。好，那我们昨天大致上我想说，每天是想说，大家如果在这边有一些的，我们在课堂上没有办法讲的那么清楚的话，我会尽量在早晚这2堂的话，在前面的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找时间，大家如果找到会做想说重点提示，和大家这样有重点提示。昨天的重点提示到今天的话，大家知道说今天大约会讲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写上来发上来这样子。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
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妙香遍土，花散之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尽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Idam Guru Rana Mendra Lagam Niyadayami。涅巴克里诺周西，一天跟着金宝波，三节跟着念吉宝，同节切拉上走路，同节切拉上走路，同节切拉上走路。当俺做，你我呢嘛，当，干说不嘞？爸爸记得这个，他送来哪样的？他送来的看着去过那个嘞，是的咋呢？아니 도티 지시 닝기 거네 농그래 도티 지시 닝기 농그래 단 도티 지시 닝기 거네 나요 디자니 드니 가르소래 오 기타 주침바트 수구나라 돈신 디닌 디파기타 지 초조 땡그레 초론도 조노 땡그레 돈신 디닌 디파기 토노 땡그레 돈신 디닌 디파기 고노 땡그레 돈신 디닌 디파기 몰로로 땡그레 세야 지어로와
다 던지시는 마 자야 돼 있으래. 아니 시라님빈 제바다 잔지 구이 나니 빼 최신의 카세보동 고려야포 지니 소야티 아니 가리는 소요레 시디칼로 로베 까말라실라 케지 쇼츠 옹니로 다 참인 친구 이지래 로베 까말라실리 시라님빈 제치가나로 다티 고르디 빼 마시바 야포 지니 소요레스 드리 잔땅니 가서 고네 레레우디칼로 가서 도스타디칼로 시라님비 고 치즐 따디칼로 지 사무토마니 고한다데 마투지기 네 롱도 잔이 수입이 남아도 수니 전인 통통고 말해 얘네요 다디 가르소브레 로베 까만라실리기 시라님인지 시그노로 뺨마시바 론지 름바도 지니 야부 슈지 잔이 소요레스티 아니 간소다 다리는 곳이 두스마 슈예티요니 대나시 진이 슈기스 那个我们从下面开始看到了，说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具受舍利佛言：舍利子，这边来讲开始的是什么呢？已经开始是观世音菩萨对舍利佛的回答了。和在观世音菩萨对于舍利佛的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观世音菩萨会透有什么？会有广说跟略释的2种的方法而去解释，就是略释跟广说的这边的二段或者2段来去跟这个诠释。它后面还会说什么呢？我们会看到一段的文是从什么说？从这一段到那一段是什么呢？是在讲资粮道。从这一段到那一段呢是什么？是在讲加行道。从这一段到那一段是在讲见道。从这一段到那一段在讲修道，从这一段到最后那一段是在讲无学道的话呢，这是看到在我们在于心经的解释等心经的话，它有分这些段落。它特别是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前几天不是有提到说，在印度的本身对心经有9本的注解，有9本的大注解。它在哪里是最清楚、最应该说最清楚、最明亮的去解释出，从哪一段到哪一段，从哪一段到哪一段有关这个5到10地呢？是在于集护论师或净命论师，我们叫集护论师或净命论师，他的大弟子，我们以梵文来讲叫伽玛拉希拉，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什么？叫莲花戒大师，他本身的名字是叫伽玛拉希拉，梵文的名字叫伽玛拉希拉。那莲花戒大师他有一本对于心经的大书，或者心经的大解释大书，这里面有讲到说什么呢？因为有清楚的结合起来而解释说，从这一段到这一段是讲5到10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在看心经的时候，看它的文字上表面上好像看起来都是只有在讲空性啊。也在讲什么空啊，或者什么样的空性，都往往不知道说，他有在背后或者想要诠释的有关5到10地，或者我们用把它加进去，或者说从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都不知道这个结合的时候呢，可是在什么呢？这是在于莲花戒大师他的心经大书里面有清楚的结合，说哪一段到哪一段是在讲哪一道，从哪一段到哪一段是在讲哪一道的？다 샤리비 좋아디 단지 사바체 다 지윌 렌나온디 칼 렌두스 난도아 장슈 세바치 파바치리지 원슈 기스 아니 세도 덴바 샤린 도디팔란 드케 지미 소송바레 데 가수도 지바레 아니 젤렌 드지치 노아레스 디 송이리 가수 쉬바나신 그 가위 송고레 제자 샤리비 파바치리지레야 좋아 퀴디자니 아니 치리지 기타 가르소레 샤리팔라 좋아 누스나 주윌렌 디 드지치네 따바라다스예디 이래 다 주윌렌 드지치네 따바레세 단지 그 주윌렌 고마티 티치 고마티노 요르와 대마타 비치 고마티노 요레스 티치 디나디 所以后面我们这边开始跟昨天是一模一样的说法，说什么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具受舍利子言。到这边来讲的话，都是等于说什么呢？都是在旁白啊，
等于就是在旁白是什么？是说什么？哦，是对于舍利佛请问了观世音菩萨之后呢，现在是阿难尊者在旁边旁白说，观世音菩萨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对舍利佛给予这样的回答。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具受舍利子言，这边都是阿难尊者在旁边的旁白啊。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讲，在旁白是从这个马上紧接下来说什么？舍利子，若有善男子善女，这才是观世音菩萨给予的回答，这才是观世音菩萨嘴中说出来的回答。前面这上面都是旁边说，舍利佛是如何的去提问的，是怎么样去提出这个问题的？看之后是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去给予舍利佛一个回答。다 디나라 치기 된다 평무치 가서 가는 로상이 짠자래. 장추 세바 좀 바바치리 왕슈시에 디그 치기 된다디. 아니 가서 로사다 장추 된다 동 장추 신비 된다 도 세바 신비 된다 동 바바치리 왕슈 된다 용수 줘봐데 다 가족에만 쉬사와 있잖니. 제도 제바 거유야 말해. 다 디나라 제반도 찌 가려서는 바바치리 왕슈시에 디기 레땅이디레 레땅이 디기 있으래. 렌따사디 조안낭이 디 샤린 도디퍼디 샤리프 이자니 시도 덴바 샤리팔란 드케지 미소시디 칼로 렌드지 치타바레스 다 딘날 테제 만다와치 가리요레세나 논지 간소 샤리프 시디 칼로 논지 타니 니 페체 땅거는 노나로 찌디 샤리프레 심바치디 샤린 도디퍼레 샤리프 시디 칼로 코라 아미 미그토네 미데레 가족 콘도 슈바나시 마샤와라 가싱디 부임비 차니 코카르선 샤리프 시고르와 샤리 도티 psidi riji chane resta korang ruti nganzo nonji riji de shachiri toni jari do tonzeri sia tinji riji chane cheba yina sharin doti ps tani yutun dawa de tinji chisare ta tema to jigi ani shemba yosu soba chigi tanda yosu soba de kazo kondu shuya de jiba jinya cha de ore chama kondu rosa janjare。那我们这一段呢，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具受舍利子言这段来讲的话呢，大致上都已经跟大家昨天都在前几天都已经解释过了，或都已经告知了。再说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等这些的全部的名词，我们都已经做解释了。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不再多于解释了。我们在看这边来讲的话，唯一我是说，我们在这边的译本跟什么呢？跟藏文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是什么的？我们这边它少了一个字是什么？我们应该是说是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有一个圣字，有一个这个圣者，有一个是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具受，我们这边昨天的解释都解释了。那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经讲到这边中文的译本没有翻到，藏文有讲到。是什么呢？我们一般在经书里面，我们会提到舍利佛的时候，或者舍利子，我们会提用两个名词。像如果以藏文来讲的话呢，这边的前者的说具受舍利子的话，我们在这边的藏文的名字，我们叫它什么？我们叫夏利达地布，夏利达地布。和以后面的舍利子的话，我们叫它夏利布，就是上面会讲说是夏利达地布，和后面的是什么？是夏利布，就是舍利子。那我们昨天讲到舍利布或者舍利，或者我们中文假使我说我用两种翻译，一个上面是舍利佛，下面是舍利子来讲的话呢，舍利子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昨天讲的一样，是什么？因为他的妈妈的名字叫夏利杜卡，他的说话呢是夏利女的儿子的缘故，所以他叫舍利子嘛。夏利女子的儿子，所以叫舍利子。那夏利达地布是什么呢？夏利达地是什么？是叫他的种姓，是舍利佛的他的种姓而取的名字。就像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王族、婆罗门族等等，这个或者说什么？他的在以前印度的话，他以什么种姓来讲的话呢？就是他加上了他的种姓而去说夏利达地布，加上他的这个来讲。다 진짜 차대오래. 다 공기 렌나야 다 렌고만 데간데 차대오래세나. 다티 주고만 되지야. 다 렌노야 딘디르다. 샤리푸스 디칼마 민베고래. 샤리푸스디마 미미 조금 거 있잖니. 리지포도 뭐 고나라 시라지 퍼도시마 사무제 반데 바티 ndatan namba tawa chade ta nyolen dos che gores ndatan namba tawa chade phimong abo teda chung ranshi ji toma namba
양다 바 지스 따오스 시야티 다 파바치리지 원슈기 손에나야 텔라 너티 지시 니 옆에 나니 너티 디르다스 닌 너티레 다 랭은 너티 고마티 디레 니 고마 민치 용수 줘봐 지시르다스 주 마주지 바데 지시 차디오레스 데투르 샤고다 다능이 쪼야 치체만디 아니 지리지기 샤리폴라파 주위레 나오디 칼라 아니 너팅글레디 데 차디오레 아니 지시글레데 다 디고마 민치 용수 줘바데 지시글레 차디오레스 那我们从后面这边大家看经文哦，大家看经文，这从后面下面开始是什么？是观世音菩萨给予的真实的回答，从这边开始了。所以前面说舍利子是什么？是观世音菩萨在称呼，或者我们不用敬语的话，我们就什么叫就是呼唤着舍利佛的，以舍利佛、舍利子，什么？凡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乐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者，应作是观，应真实观，无蕴意自性空。怎么呢？这跟我们昨天有略讲的一样嘛，就是深妙行者是他的那个行为，想要去对于这个般若蜜多的这个行为来讲的话呢，他说应作是观，应该要这样的去观修，应该要这样去修持，应该这样去做这个行为。要怎么呢？是因真实观五蕴意自性空。看讲到这边来讲的话呢，这以上是我们刚刚讲说，观世音菩萨给予舍利佛的回答当中，我们不是说有应该说略说跟广释二者来讲的话呢，这以上的就是这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从舍利子一直到说因真实观五蕴意自性空。这边来讲是什么？是总说的回答。看这个以下呢是什么呢？是对于这个总说的广释了，就把它拆开来一一做去广解或广的解释呢，是在从后面那边开始来讲。可是这一小段说舍利子一直到说因真实观五蕴意自性空，到这边来讲的话是什么？是观世音菩萨给予的总说的回答或者扼要了，应该说我用。总说的意思，用白话一点就是他的扼要精华的回答是在这边。但主要第一个告诉我的，连兄弟讲了，连听那了，这一那了日子不你看对。对。哦，但是有的车上，告诉我们讲说主要规定讲了，日子不基本嘛都没办法呢，但是日子不么听那了有把的，告诉西拉尼比个那边，都蒙蔽那了，主要规定在呢，日子不你看有一在呢，只为连那的日子不有的搞了，主要那了日子不你看有把的被打把的所以的，打他点把差的我的是，刚给主要规定搞了用的日子不是不起你看有呢，压个有的是。那刚刚老师就在问我说，我们在中文当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两者吗？我说这一个版本有，如果大家有看玄奘大师的版本就是没有。玄奘大师的这边来讲，是不是我们看到了舍利子马上就开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马上开始了，就没有这一段。可是如果是什么是在于我们这个版本的话呢，是有善男子、善女人两者，所以这个跟什么就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嘛。因为在回答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给予的回答就是直接说善男子、善女人的话呢，如果说在前面的那一段。说什么呢？在于舍利佛提问的时候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这是比较正确的，或者这个版本是比较正确的来讲，我们可以知道，因为观世音菩萨给予的回答就已经是说给予说是善男子、善女人了，所以前面来讲的话，我们不是昨天讲在藏文本身有些版本是只有善男子，有些版本是有善男子、善女人的话呢，那应该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的这个版本是比较清楚的。但至于连我们的地嘞，但卡上告诉我的，下里边主要个地个了哇，告诉我的，三木多么尼，西拉吉帕鲁的市民多啦，江本的你个刚才记呢，有没有学习个点，牛十两本对比刚才记呢？你学习几年？对，牛是两把了，被恰恰长的呢，这个巴夏用的日用的给他，日子不么这个他告诉嘞，西拉吉帕鲁多什么，西拉吉帕鲁多什么三木节把2把以南是，
samu jeba ndeba ina ani nyole kanjis chegore jetala ba jas nyole kanjis chegore sini joa di kyo yoba izani ta chwi len di karanang yore sena ani richi podo mo gonla la shiraji pardo shamba samu jeba ndeba di ndatan namba tawa chade ta nyole dos chegore sin sumare ndatan namba tawa chade siadi di indi tsani nganzo dos sono tamba ina sharipu sidi kalo joa kyungi di sharipu izani papa chirizi sharipu sinema mingi richi po mon siati ki kar sungure sidi kalo sheshi jite nyons lembi ki ta kansa de tinu duyo bache ta sheshi jite nyons lembi kansa nimbo te budu pomo siati no duyo bache ri siati ki tini sheshi jite nyons lemba la korangi chachi chonyo ba sheshi jite nyons lemba ina chachi chonyo ba tong tena gas papa yimba ri ji ko kar sore tandi neka ji ko tena pen mun to ba do gas ma ba ba tandi yung yudi kala ri ji sia ti gi shishi gi nyon se lemba la gas papa ten bi gas papa nyon li ji bi gas papa tena go go ye ba tinji gi cha chi chung ye ba de ten ri ji bo mo si di kala ta shishi gi nyon se lembi ganza ri ni bo de ten ta shiraji parudo shimba samu je ba si di kala 시라지 파르도 시마 사무 쥐바 시디 가족도 쥐바이다 쥐라 쥐바 시디 칼로 담부 쥐바디 나로 민조디체 시라지 파르도 시마 사무 텔 쥐바 자텔라 쥐바 뇌바 시디 다 뇨스 렘바 뇌바이나 뇨스 렘바 뇌비 간사 티기타 뇨레 쳇던 드리스 쳇고르다스 ndata namba tawa che disi dikala nyole chi dun dus chi gorda shi bitunda isare 好，那我们看到说，从昨天的舍利弗的问以及观世音菩萨的回答的话呢，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讲的话，舍利弗是什么呢？就是昨天讲的也一样，是说凡是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什么是他有这个的因缘，他有这些的条件，他有这个根器，他等等这些因缘都具熟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呢，凡是他想要嘛，他想要去依靠着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深妙行而去修持的人，而想要去依着这个而修行的人呢，要怎么样去修行呢？做如何修嘛，对不对？做何修习是要怎么去修持呢？要怎么去修呢？他在这边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因为问问题的这个人是谁呢？是舍利弗的缘故，所以他当然会说什么舍利子啊。那善男子、善女人是什么呢？他是在讲说，那凡是想要也什么想要也有这个因缘，也什么时机也成熟的这样子的，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它变成为什么呢？叫具受是善嘛，具受的善嘛，善。这个善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讲嘛，它不是只是说他有这个种性，是他有这个种性，他的条件也具备，条件具备的当下什么呢？他也是刚好这个时机全部都成熟了嘛。这个时机在成熟的这个情况下呢，这如同像我们昨天给予解释一样，是不是在于藏文是什么？先是由所行名词，再以能行的动作嘛。所以想要时机，应该说时机、因缘、条件都具备的这样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包含所有男女性众，在里面呢，想要去修持这样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呢，应该什么呢？我们这边就是什么嘛？乐修，是不是？乐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者，想要嘛，想要他想要去修持或者欢喜的去修持这种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的话呢，是什么？应作事观，他要什么呢？他应该这样子，应该如此的去修，应该要这样的去修，他应该是如此的修，应该怎么样这样子去修呢？是说什么？是要去因真实观五蕴一皆自性空吗？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做下来。哦，단딩 가서 깨지시디 깔은 딘 도티 있으니 깨지시 살아와. 단딘 도티 있으니 깨지시 유디깔로 표몽하고 대다 종시비 종자디기 단 제고 우미팅 그 돈이 돼야 두바이는 뱀시 바야 차고 그래. 제고 우미 짜단디 종자디기 뒤에 된다만다 요래 되네요. 제고 우만 요러와.
표모 많이 비근 제고 오마 진체도 된지 주니다 되는 코조지라 소바 도수기 제고 nga지 그나니 nga지고 야면은 제고 nga지 그나니 제고 우미 돈이 되게 야지 뒤터바 이나스 되니 코 따따한데 너티 오마디 차그로 봐 디 차고 요디깔라 표모가보 대다 짱시야 디기 짱다 디기 제고 우미 디기 돈이 유주돼야 뒤야이다 표모가 이디 돈이 좀 마세 제고 우미 디기 돈이 대양스야 되지이다 다 표명하고 대다 좀 따단 단디 백계신 보래 란시지 똥바 시디칼 티카레스는 란시지 똥바 시디칼 유기 시라님 비케지 시바이는 제공 가르소 그래 ngaci 요면나 단 제공 ngaci고 가세요는 제고 티티 그 똥이 되체 란시 그 똥바 다 팀는 넘버 세야지 돼 란시지 똥바 넘버 세도 넘버 세야지 그 돈이 소조 땡고 총론 정로 가서는 사무토만이 넘버 좀지 또 봐. 따와디야 자고래. 따와 시디칼 넘버 좀 따와. 양타 버 따와스 니긴 고래야 자고디칼 넘버 좀 따와 시디칼 고고래잖아. 뒤엔치 쓴지 또 봐. 주다치라. 뒤엔치 쓴지 또 봐들 고고 요래. 디치디칼 소존이 칼레스. 소존이 그니까 사무토만 인게스도 또 토고만 뒤엔치 쓴지 또 요래스. 넘버 좀또 봐. 다티 또 사수나 아니 가르치고래 시디칼 양타버 시디칼 통고니 땡고 통고로 땡고래 통고니 니까들 쪼디 사무토만이 또와디 땡치도 만제 니서도 또고래 치신의 사미군이 땡고라 제마또고 요디칼 양타버 다티 호그 시디를 가르서나 지스타고 세야지면 돼 지스타고 시디칼 저노 시라지 파로드시만 녀슬레만 내봐 이나 마음바나 오 두스 녀슬레 고레스 마음바나 두스 녀슬레 고레스 담보 라시기 집이 또또 다티 티손지고니 촌론토 존론토 대 유유 콤발라티니 사무토만이 인게스도 또비 톤론토 고론토니 마음바처럼 롱가 근제지는 돈이 아니 공고래 녀레치고래 통고래 따고래 시비 되야래다 디시디칼 다티노로 되니페 너티페 무시바세고 창로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跟前几天也讲的有一点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他应该要讲说照见五蕴一皆自性空吗？照见五蕴一皆自性空的话呢，那这个照见五蕴一皆自性空的这个意字呢，我们上次不是说它代表是什么呢？它代表了不仅仅是五蕴上面的空性，还代表了心经要总摄的51种分类也好，59种分类也好，从什么？从五蕴、12处、12缘起、18界、四圣谛八空性等等的这个来分的话，不管是用51种分类也好，59种分类来也讲好，它把它推死说包含了这一切的这个空性，所以在这个总说的时候呢，这个义的字词把后面的以下的都包含的话，是很大的意思。这变成是它的总说，前面这边总说到后面的广释嘛，总说起后面的广释来讲，所以它是什么呢？是后面我们不是说应该说五蕴义自性空嘛，五蕴义自性空这边来讲的，可是前面有说什么呢？因真实观，这边来讲的话呢，这是我们因为藏文来讲的话，它是这就是我们两国的语言的文法不太一样。藏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是先有动词，后面才有先有名词，后面才有动词，是先说五蕴一皆自性空，是如实观照的，是如实看到的。可是我们中文往往我们的文法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中文的文法是动词为先，名词为后。可是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这边后面来讲的话，这边大致上他有讲到的意思，可是他没有把藏文里面所要讲的一个一个字解释出来，因为在藏文这边的词汇呢，它有3段的不同的意思。我们中文这边来讲是因真实观，它只有翻到1段，这边应该有3段。他说因以相貌真实由而后观。我如果这样，我这个出师的翻译，这大家不要以我的翻译，我只是按照意思而快速。我现在只是为大家可以比较好懂而去做翻译，这不是定版，这个我没有要改大师们的文字，我只是先让我们大家可以会意意思而做一个粗略的翻译。是什么？是应该是说
因以相貌真实随后或者耳后다 지리릭 된다 시구나. 按耳后关照。那为什么来讲的话呢？因为首先有一个说以相貌的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呢，因为以相貌是包含了什么？我们包含了资粮道跟加行道二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貌的意思是代表说什么？它是以分别心、以异共相而去关照空性，是在于资粮道跟加行道的这个阶段来讲的时候呢，它还没有完全现证的缘故，它只是以分别心、以异共相透由异共相而证得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是以相貌的以相貌，这是代表了资粮道跟加行道。而在真实的什么，就是一五一十的如实的时候呢，这是代表了见道跟修道。它在见道跟修道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它是真实的去关照了。而我刚刚不是说以相貌真实而后观，耳后的话，耳后是什么呢？以未来啊，你未来的修行，你要这样子什么呢？你要先证五蕴五蕴等一切的这些法的空性，透由去对这个五蕴等这个法的这个空性去对它听闻思维之后，什么透由分别心以异共相而去升起资粮道、加行道，在不断的修持去真实的升起现证空性的见道跟修道。你在未来而后，你应该要这样子去修持，这样子去关照而修的。这个很重要，重新说一下啊。근데 주장은 이래이다. 저놈서 노알 가르코고도 리지부도 리지 보무시디칼라 산지 시주비니칼 뭐 심바질 노 코고디 코지야 말은 가로서 이마 소놓고 因为这一段是很重要，我们很重要的，一般我们在俗话来讲，重要的事情要说三嘛，所以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再来说一遍这一段来试着说什么来讲的话呢？那我们说善男子、善女人的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大家可能在想说，这个是观世音菩萨给予舍利佛的教诫，这不要这样子想，不要这样子讲，这个意思不是这样说。观世音菩萨给予舍利佛的教诫，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呐、我们就是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呐、我们是这个，他是给予我们的教诫。 그래서 손을 잡아대 가르쳐 리지부도 리지 보무시 타rin 뭐 영이 니만 조상이 되지 손과 영만은 가로서로 다스. 我们所谓的善男子、善女人，大家不要想到很遥远啊，跟我没关系的。什么善男子、善女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呐、我们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呐、记起，但시라님이 된다 녀슬렘만 돼봐 이나스 녀린 늦지 제고레스 거래. 시라지 파르도시마 사무치에반 돼봐 시디칼라 시라지 파르도시마 디나나 카주시바나시 지비시시도 론시시당 아니 지비시시도 론시시당 다 유기시스가 열어봐. 이런 지비시스가 열어. 대 녀리 제반 돼봐 디그 녀린 늦지 제고레스 거래. 还后面说乐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者应作是观是什么呢？想要去修持般若波罗蜜多的人呢，就要这样子去修行啊。他给予教诫一样啊，就说什么呢？凡是想要透由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持，想要去修行的人呢，要怎么样去修呢？这边里面这句话就已经包含了什么呢？有包含果位的般若、道上的般若，以及什么呢？境上的般若。就是果位上的般若是什么呢？佛陀的果位嘛。道上的般若是什么呢？是我们讲到的从资粮道一直到修道嘛。境上的般若是什么？讲空性嘛。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就已经包含了什么？我们对于根、道、果三者的般若。다디 녀리 제반 돼봐 디기 간지스 녀리 제고레시디. 다 표몽하고 대다 저 란시지 또 마세야지도와. 디기 유디 된 거였어 유디. 那我们说，乐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者应作是观，他要怎么去观呢？要怎么样去观呢？后面也有答复嘛，应真实观五蕴一皆自性空，和五蕴一自性空这一段是什么？在讲境上面的般若嘛，就是空性嘛。对嘞。
다 뒤는 가지 요리세나 장다디 때는 제고 고미디 돈이 디야 내바이나 실한 이번으로 수상주고 돈이 요조的뒤는 요르다스 它这边所谓的五蕴意，这里面有多少个空性呢？五蕴是直接说，而意这个词包含了以下所要说的所有的空性，在这个意字里面都包含住了。哦呀，다 ран시지 톰바디 넘버 시디칼 넘버 시야지도 와. 지스타고 시야디 니킨 골야 자도 동부치 자기 당한조. 란시지 톰바 넘바 지스타고. 란시지 톰바 양타바 지스타고 시야디 지스타고 시야디 넘빈 골 야치 자고레 양타빈 골 야치 자고레 다 도망간조 넘빈 골 자기다. 란시지 톰바디 유리샤네 티 넘버 지스타고 시나. 베이 날친 넘버 시야디 티티 넘버 순지 또 요레 시디칼 라르지 또 예비티언 고그레. 가주 시바나지 디디칼 소조 니카서 뒤치는 제비군에 또 나마도 젬바 또토 메바 있으니 아니 란시지 톰바디 유리샤니 디 아니 티소지 고니다 요메나 티소지 고네 요메나 뒤치던 제비군이 마음만아 저랑게 또 그러다 시비텐다 레스 디디칼 마음발라 닐라 아니 가르소 사무토마니 또 사무토마니 데 유촌로도 존로니 또 잔이 또 디칼 또 티소레 티소 또 가서 당가서電池도 제비군에 또 여바 있잖니 아니 고 남바電池진이 또 그러다 시고 대 차소는 니電池도 제비로 데 요네요도 고마이나 아니 빠르지라 양타바 지스도 토바 차그러다 시디칼 양타바 시디칼 니스도 또 토바 차그러다 시디 디 통론도 고는 니보데 땡고레스 다디 지스타고 시디칼 초랑기 단다 최 시라지 버르지만 뇨슬레만 뇌고라 뉘니티기 저는 뇨슬레 땅다보데 가르세나 니르 또니 또 대고니 소조토 소조 고니 통로도 골로토 통로도 골로토 발라티니 몰로로토니 마음반은 로토 던지지다 시고다 돈로티르도所以后面这边大家要帮我做一些的做笔记的，就是说我们在藏文这边是说什么呢？是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无蕴意自性空。就是我再讲一遍是什么？因为这边大家是说，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意自性空。那为什么呢？镜上面不是五蕴意自性空嘛？这是镜嘛？这个所修的这个镜来讲，如果我们结合来讲的话，应该说什么呢？我们一段一段结合是什么？因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意自性空。这个结束之后，才以因以真实而后观照五蕴意自性空。这叫个别的，要个别。大家有听懂我的用词？就是说，首先是因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意自性空，后面才是因真实而后观照五蕴意自性空。 그래서 비행을 지스다고 세대 타미사시 치. 그 이게 제디 치치면 배지당 거 말이 자니가 올 자고 했더니 소예요. 因为我们昨天不是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藏文文法，说有一个说前面的说明，在藏文不只有前面说明，也有后面说明。什么说明？你看我们昨天不是说前面说成佛威神力，后面的都是要加成佛威神力。这边来讲说耳后观照的话，他最后说耳后观照，前面也要加耳后观照，也是从后面来推使前面。那什么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我们帮大家结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在说在藏文当中说以相貌而去的相貌这个词代表是什么呢？它就是大致、粗略、概要的时候而去了解的时候呢，这代表说什么呢？就是对于空性这边的闻思的阶段，或乃至说用意共相透由分别心而去证得空性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这个阶段代表什么呢？就是资粮道跟加行道，就是首先去对于说什么照见五蕴意自性空，对于空性的听闻。 在对于空性的修持之后，大致上以闻思而去了知，或者乃至说什么，乃至用意共相而分别心的去了知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这是什么呢？这是在资粮道跟加行道的这个阶段，后面才加上是什么呢？因真实观照无蕴意自性空，因真实的话什么呢？一五一十的现证的。 来了解的话，什么呢？这是代表说见到跟
修道的这个阶段。还说耳后观照，耳后观照是什么呢？是在往后你这样子去修行的时候啊，耳后往后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应该要首先要什么呢？你应该首先去听闻、了解、思维、空性，依这个不断的修持去获得自然道、加行道。在这个阶段什么呢？是以分别心而去关照。在这个之后，再不断的修持什么呢？在依着限量而去证得空性的时候，那是见道跟修道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如果再往后透由这样子而去修持，而这样去修的话呢，你可以获得无学道的果位。这长大等于新闻的大大这个国内的电脑连的被大大吹有了的。샤리비 깨졌지에디 아니 시라지 포르드시만 뇽레지는 뇽레 강제시 구르스데 레데 따다 제요르다 다 레데 도도치는 가르스는 강조 담보 가르렌도 사모토만이 담보 또 고도아 사모토만이 또 사비지르 띠 고니 촌론 또 고도아 디르마테도아 촌론 그 지구질 존론 또 고도아 디슈그 톤론 또 고도아 돈이 고미 톤론 디슈그질 몰로로 또 고도아 디슈그질 아니 리비시지 또 고도아 든지 이자니 시라지 파르드시 말라 뇽레 제 닝이 티기 지만 뇽레 제디 고르 든지 이르다스 녜르 돈이 또 대고니 촌론토 존론토 톤론토 고론토 몰로로토 두그리스 시디코 지리지기 가르소레 샤리벌 레파 자디칼로 이도 이제 자고고 예비 레테요 손요레라 이도 이제 자니 고르테요 손요레 토마 이템베 제고레 녜르 피망가부터도 란시지 돈바 시디 녜르 사무토마니 또 대니 이제도 자오디 손로도 자 토노도 자 고노도 자 이제 장스티 우수요레 자니 론지 람바티 우수요레 론지 람바티 고닌 지부 톤스티 우수요레 디시티 칼로 베트 치 도도 티그 나라스 베트 레 유조 따따 제요르다스타 레 유조 따따 제요르다스 也是这样子说，在这个短短的这一句的回答当中，他把所有舍利佛所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一句话就已经回答到了。他讲了什么呢？讲说修行或者般若的修行的次第，完全在这一句话来讲呢。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后面怎么是说舍利佛是说那善男子要怎么去修行？他后面就讲说，这一讲一大堆的空性，这跟舍利佛的问题有什么的相关联性的话呢？不是这样子，观世音菩萨已经清清楚楚的在做一个回答来讲的话。怎么来讲呢？是不是前面观世音菩萨很清楚的说什么？那我们先要去证空性啊，照见五蕴，意自性空，要先去证得空性，在后面在空性的时候再修什么？慢慢是去获得资粮道、加行道，在现证的阶段再获得见道，再修道，还依着这个呢而去获得果位上的般若波罗蜜多。在这个时候给予这个回答的时候呢，观自在菩萨或者观世音菩萨给予这个回答呢，是把境上面的空性、有境上的全部都回答了。怎么把他给予回答是从什么？要把境跟有境结合在一起的做回答。怎么说呢？他也不只是把境跟有境的回答，他还给予说什么呢？那境跟有境要修行的次第，在这句话也给了回答。当他说什么呢？照见五蕴，意皆自性空的时候呢，是不是在讲境？而他配合着要什么呢？是要以前面的说什么，依着能修的道的般若去关照嘛。因以能修的这些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而去关键这个空性的时候呢，是不是把境跟有境的去结合了？但不只是把境跟有境做结合呢，还把境跟有境结合的次第也说出来了。就刚刚讲的是先证空性，再去修持以分别异共相去证得的资粮道、加行道之后，修持现证的这个空性，应该说现证空性的见道跟修道，他因着这些修持的时候，可以获得果位上的
波尔波罗蜜多，或者就是佛陀心绪的这个波尔波罗蜜多，这个也是到第三者说什么呢？它是也结合了如何获得果位的波尔波罗蜜多，全部加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一句话当中，他把它结合了什么呢？结合了静跟有静，以及静跟有静的修持的次第，以及如何透由修持而获得果位的方法，全部在这个短短的这一句话里面来讲的话呢，观世音菩萨在于说什么，已经舍利弗所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短短这一句话说，舍利子一直到什么，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五蕴亦自性空。就是他다른 니카도 땡상조게스 변은 시라님부터 아버지는 태바치민도래 태바치민도 이전에 그런 그 땡상조게스래 살롱노자 되게 쪼치와디 쪼이온의 지나 태바치미기 살롱데레스 레디이나 윤디기 게시코 닌티 글론을 주반 댕이지나 고르 땡나시 지바라다스 어만 땡지 율류리 자체바이나 고 사무토만이 고시조 제바디 닌티 란지 티치를 제바게 요마르바 제바 메디컬 페나 니로 페나 닌티 잡지로 소노토나 지바레스 니는 담보 아니 란시 그 주비 똥비기 돈이 또데 아니 닌티 소노도 자 존로도 자 아니 토노골 디주쿠데로 토노골도 자네 아니 닌티기 제비시시 말로로 토고레스 란지 이나 지바라다스 티치 이나 다 당기나시지니 시에마고르바 대시디 칼니 롱아 노자 자동디 가서 용 티칭글로 짠자레도 소소 소노 코지야 마레스 쪼디 테바친비 그 롱아 노자 시고 어때 이나요 자디 가서는 니롱로로 슈반 닝이치나 여리지 보드리지 보모지어라 대가 지바레 란지로로 슈반 닝이치나 지바치냐 차디 그래서天机 율라 那当然，般若心经它本身是大圣的经典，它是大圣的经，所以它所讲到的5到10地，或者他讲到的这个地道的这个案例呢，当然主要是以大圣的角度而去做安利的，但是不是所有都一定只有大圣的5到10地，他这边是主要在说的大圣的5到10地，可是什么呢？也有说到声闻独觉的5道。为什么来讲的话呢？声闻特别是什么？在如果以中观应成派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声闻独觉也是这样子去修持的。它是什么呢？先像我们刚刚讲的，先证得空性，再对于空性以比量或者分别，以一共相去证得的资粮道、加行道升起，再以去现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声闻的见道、声闻的修道，他因这个修持而获得声闻的，我们说般若波罗蜜多也好，或者声闻的无学道，那乃至独觉也是如此的，它是按照刚刚讲的，先证空性，再以分别心、一空相去证得空性的独觉的资粮道、加行道，再以独觉的见道跟修道，依此而获得独觉的这种的无学道的果位来讲的话呢，所以我们这边来讲呢，不要只说，或者不要只局限说那个心经只有讲到大圣的这个修持的方法，或者大圣的5到10地这样子来讲，他也有讲到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是具有声闻的种性的话呢，他就是依着这个而去获得声闻的果位。如果他是这个善男子，他具有什么呢？是具有独觉的种性的话呢，他就是依着而获得独觉的果位。那如果他是具有大圣的种性，更不用说，毋庸置疑，就是刚刚以上说的这种的方法跟这样的次第而去获得果位的。天机율을 채시는 tum보여래 가르스나 사무토만이 고시조 제바디 티지 지부 말어봐 닌티 란지 티지 간지 지나요 돈이 고시조 지는 로고레 마돈 로삭 롱시야 말이스 如果我们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去做一解释的话呢，这是恰到好处啊，可以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于中观应成派说的，不管是声闻也好，独觉也好，大圣也好，都要是什么？主要都要修持空性。그래서 다 데지지 카세르라 담아있는 드리너르치레 다 다른 디나라 간소 닌티 이난자르다 란지 이난다 티치 이난다
리치 오모노도 니 요레스 변한 티지 리치 잡지를 손노다나 티지 리치 오모노도 니 요레 티지 리치 우닌 잡지를 손노 담바 이나스 다 니를 담보 손노 마슈 빙엘라 사모토마니 또니 아니 또니 또비 롱 또니 또비 이시데 또마니데 손노도 자니 고고바데 땡키레다 땡키 차로로 네바도 코 손노 마토 빙가로도 또니 또 고래 닌티 이나 지바레 닌티 리치 우닌 이나 닌티 손노 마토 빙가로도 네바도 팅지율을 사모토마니 또 고래 란지 이나 요 란지 손노 마토 빙가로도 네바도 담보 사모토마니 또 고래 담보 사모토마니 또 테니 또니 또비 시라디 손노도 자 손노차 테니 도스티네 반데네 드라이티피 네바라다스 디디 타나간소디 시라니 보코로 junsil 마토스 따디칼로 도스 따디칼로 니르 사모토마니 또 그비 나마다바데 맘볼로 튕고래 디지디칼로 쪼디 오니기 티시리치 드자 오니기 런열리 그런바티 말에 티시리치 라고 말했다 닌티 란지 티지스기 오니기 런열리 그런바티 아니 띵비 소탄다고 진 튕고래스 다 기시 티시리치 드자 오토 이나 티시 집어 말이 닌티리치 란지리치 오토 이나 니르 때나 티시 이나 담보 장치 우선지 디주기들 돈이 또 그래서 닌티 따버지는 담보 닌티 그 총롱토 닌주고 삼지마만 입었지 닌티 그 총롱토 디주기들 돈이 또 그래 란지 이나요 란지 그 총롱토니 디주기들 돈이 또 그래서 총롱이라 돈이 슈기토 바디 리치스기 운도도 차되어래 돈이 녀를 돈이 론스 론스기 총롱 돈보디 지기토 바디 운영으로도 차되어래서 다디양 시시 제바인 총서 평거지래 那如果再做跟大家做一些的补充或者一些说明来讲的话呢，那以中观应成派的说法来讲的话呢，我们不管是在三乘，任何的一个修行者，不管是声闻也好，独觉也好，大乘也好的话呢，他的这个修行者会分两种的，有分什么呢？有分顿根跟分利根，有分顿根跟利根。那凡是利根的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大乘的利根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呢，在他还没有进入资粮道之前，还没有发起菩提心之前，他就已经证得了空性了。一定哦，这是一定哦，不是只有偶然啊，是在还没有发起菩提心，还没有进入资粮道之前的话呢，这个利根的大乘行者的话呢，他一定是已经证空性了，之后才会发起菩提心。在于应成派来讲的话，这个不仅仅是大乘是如此，声闻的利根行者也是这样子。声闻的行者，利根的声闻的利根的行者，在他还没有发起声闻的资粮道，还没有发起了那种为自己而希求解脱的这个出离心，还没有升起之前呢，他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先证空性了，不是现证哦，先证不是现证，先前就已经先证空性了。那一样，独觉的利根者也是如此，在他自己的心绪还没有发起独觉的发心。还没有独觉的发心，在他的心绪还没升起之前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证得了空性，这是一定的、确定的、毫无疑惑的。那在于三乘的顿根的行者的时候呢，就不是如此的。三乘的顿根行者的，以他的次第来讲的话呢，他在发心之前，不管是声闻的发心也好，独觉的发心也好，大乘的发心也好。声闻独觉的发心是什么呢？就是为我自己一个人想要希求声闻阿罗汉的这个解脱的这种的心，这个悠然无造作的心发起来的话，我们叫声闻的发心。独觉也是一样，独觉的发心。大乘的发心，简单来讲，什么就是菩提心？是什么呢？是先在心绪升起这三者发心，就是或者是声闻的发心，或者是独觉的发心，或者是大乘的发心。之后才会证得空性的，这是以顿根的行为或者顿根的修行的这个次第来讲，所以想说在这边也先帮大家做一些补充，先做一个这个声明或者说明。接着他당기 파바치리즈 운시고 손레나 지어로 봐. 손레나한테 당간소 나토우토는 게제 시는 리레다.
다 론다만 슈빙이로 될 담보 사무도만이 또고래 사무도만이 또 차비 질러 돈이 또 비시 촌촌톤이 촌촌도 자고래 다 촌촌도 장우디 깔어 담보 니니 티질론도 슝이지 이나라다 다 디원도 지나가서 그러나 아니 촌촌 가서 티칭 그 촌촌 지도 슝어도 징기니까 될 가려요르세나 조디 돈이 또 비지바차들 돈이 또 비지바차들 돈이 또 비지바차들 티송 공성은 나니 가서 그래 손주는 걸래 레디어 티중에는 로사를 넘어시나 다 돈이 또 비지바디 용용 공바이나 티칭 그 손로 첨부 토디깔 돈이라미 비시네 토그다 돈이라미 비시네 토그르 데디도 또 바르다 이나 지방고 로사리 다 티칭 그 손로 첨부 토차니다 돈이라미 비시네 토니다 실라 손지기 년조디 고니 사무토만이라미 별 한국까지 토소나요 티칭 그 존론 토르리 다 티칭 그 존론 토디깔 다도 코 고주 차사리 디네 다 또바렌 데디오르다 또바 차디오르 다 존론 죄수 이니까 딜더니 실라 손지기 년조디 고고레 실라 손지기 년조디 고우디 깔 다 dien지 그 노아 여 로리 다따 요나 하고로 다 디치 그 노아데 마 추르 그래 디치 그 노아데 추추추추르 그래 지성기 대시 그 노아데 추추추르 로아 디쟁기 돈이디 추세세세 그래 근데 이자니 존론 죄 제모 친초 차오디 깔 대시 그 노아 참지마도 요 말이 존론 친초 근데 깔 대시 그 노아 참오디 가디 세 소나요 아니 존론 친초 또바디 돈잉에서도 또 비 년중에서 ngor 제발이 데리 통통으로 온도스래 다 통통토 사디깔 사무토만 잉에서도 또 비시티 고니 아니 토부판로디깔 고노 토부판 때니 고풍기니 뭐 차오디 골로레로 그래 고북고 그 판이 아니 가서 시저 세바 판디깔 아니 산진로 그래 몰로로 통로 그래 리비시 통로 디 고르데 나토니 시바이나 오디 고르데 당기 가르스 그래 아 로베 디카사 로베 말다 파바치리즈 원슈기 아니 샤리팔라파 소네 티나로 디 코르트 지니 소요르다스 다 갈레 진려보치 텔레지다데那我们将帮大家结合5到10地来说，所以我们用讲来讲，也知道说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刚刚结合的那个修行的次第，这个说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界自性空，它是把整个这个修行的次第来讲了。那我们把这个白话一点，或者用清楚的一点，再跟大家用口头上来跟大家讲的话呢，我们刚刚讲了结合了空性的这个次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以一个说不要说先证得小乘再进入大乘，从一开始就进入大乘道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以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刚刚讲说对于空性有分升起的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成慧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在还没有发起5到10，或者还没有升起5到任何一道，还没有升起资粮道之前的话呢，他就已经什么呢？对于空性有升起了闻所生慧了。在还没有发起菩提心，还没有进入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以立根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嘛，他在还没有发起菩提心之前，他就以比量或依着比度而去证得空性了。在还没有发起菩提心，还没有成为资粮道的菩萨之前，他在还未成为菩萨之前，他就依着比度去证得了空性了。那发起菩提心，他就成为了菩萨嘛。那在这个之后，他在证得空性的阶段是什么呢？在于资粮道，我们可以资粮道的时候，我们顺便大家如果没有听过这个名词的时候呢，我们在5道的最前端是什么？是资粮道。资粮道会分什么呢？会分出下、中、上3品。那以下、中、上3品当中呢，在于资粮道的下品跟中品的时候呢，因为他在还没有发起菩提心之前就已经证得空性的时候呢，在于资粮道的下品跟中品更不用质疑，更不用说毋庸置疑的说什么呢？他这边也有证得空性，他证得空性的这个阶段主要是什么呢？是依着比度而证得空性了，依着比度。那当然这边都还是用大家如果有学过一点点的
心类学的话，这个用词比较容易一点。没有的话，我明天我再来帮大家补充。那这个来讲的话呢，它是什么？依着比度而具正得空性，是在于什么？资粮道的下品跟资粮道的中品，或者我们这一段呢，我们会讲说什么？因为凡是比度的话呢，我们会说是什么？在经书我们讲它是思所成的。凡是比度，一定都是思所成，这是我们在经书里面清楚可以看到说，比度就是思所成的。所以在这个阶段都还是思所成的，而到资粮道的上品的位置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心事还是分别心，因为比度一定是分别心，比度一定是分别心。虽然在资粮道的上品的位置的时候呢，这个正得空性的心事还是分别心，可它已经从比度转变成圆着或者修着空性的什摩他，或者修着空性的定。我用比较专属的名字，是摩他，我用比较专属的名字就是色摩他了。用比较专属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比度已经转成了是正得空性的色摩他，在资粮道的上品的位置。那当他在不断的修持，当他何时升起正得空性的止观双运的时候呢？当然这时候就从什么？他从资粮道进入了加行道，从资粮道就进入加行道了。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修所成了啦。这个阶段都已经都是修所成了。刚刚从前面的在于资粮道的下品、中品都还是思所成，在于上品的时候就已经变成是修所成了，已经是修所成了。在于那种加行道的时候呢，他初次依着止观双运，或者说以毗婆舍那跟奢摩他两者双运而去证得空性的那个时候呢，那是从什么？从资粮道进入我们都是我这边说资粮道跟加行道都是以大乘的资粮道、大乘的加行道为原则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还是有分别心，他还是依着异共相而去证得空性的。第八十了，知道第八十了。多尼多比当年的提起了的训练技能，多尼多比汉土托巴当，希腊松杰托巴东，热罗东部托巴什么的，第几把的是，第几呢？他谁人做的？那要跟大家做一个补充来讲的话，应该要中间做一个名词上的解释，说什么何时以初次就直接进入大乘道的这个人来讲的话呢，在他心绪升起，沿着空性的止观双运，何时升起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他的心绪当中升起大乘的加行道，这三者是同时。这三者是等于是同时升起。我再讲一遍，就是何时初次升起，沿着空性的止观双运，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以及大乘加行道升起，这三者是同时间的。因为在加行道，我们在言归正传，那在加行道的时候呢，他还是以异共相去证得空性的时候呢，在不断的在这个修持，不断修持那个资粮那个异共相的显现，慢慢减弱，慢慢减弱，对于真实的这个境的这个影像或者这个的清晰度越来越提升呢，就会进入说什么？我们就是从加行道有分暖、顶、忍四第一，就是暖、顶、忍四第一来讲。那到四第一的或者我用来讲以世间法的，就是我们在藏文的这个用词是世间里面的最好的啦，最殊胜的。为什么？因为在这边来讲是凡夫嘛，他这边还算凡夫，在凡夫里面这已经是最好了，已经顶端了，这叫世第一。世界上最低的世间法上面第一等来讲的话呢，他这边来讲已经几乎是没有异共相的显现了。它已经是可以几乎上是一五一十的见到空性，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异共相的
影响的时候呢，那当他在这个时候把这一个异共相完全的去除，他何时现证空性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就什么呢？我们说他的沿着我们说所谓的余邪限量证得空性的余邪限量来讲也好，证得空性的现证空性也好，或者大圣的见道就升起来啊。异空相消失的时候，对，就是世界第一方改变了，就是见道的那个第一刹那。就是异共相没有，异共相何时消失便没有，它现证空性的那一刹那呢，它就从清楚的讨论完了就是它。它从加行道的四第一法或者四第一位已经进入到了大圣的见道，而那时候他也变成是圣者了。他那个时候就变成为圣者了。那个时候呢，他开始对治我们叫见道的所破。他在见道的所破何时对治？那到何时断除见道的所破，获得了灭地？灭地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就是也是在于加见道的这个阶段。他在什么时候呢？他开始对治修道的所破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呢？他从见道进入到了修道。汉语修道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分什么呢？修道有分9品嘛，修道的9品而去对治所断的这个阶段呢，一步的上去，就是我们就讲说什么，就是初地、2地、3地，一直到什么到10地菩萨。而在10地菩萨的时候呢，当他何时把透由修持，能把烦恼障、所知障所有断除、所有去掉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什么呢？就进入到了佛陀的果位，也到了什么？我们到果位的般若波罗蜜多，果位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在什么呢？这以上我们用白话一点，把说什么呢？以后面观自在菩萨说，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亦自性空，这么短短一句话呢，把刚刚以上的这个5到10地的这个案例，在这个短短一句话里面就已经表征出来了。他过了等级是点有跌当的。和他的次第，这个宣说的或者讲述的次第，在这个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亦自性空，就像我们刚刚解释的是刚刚那个次第，这样子而升起的。他第俺做当个天气里讲的马都几个，但人体里讲呢有过了几百些，肉都基本找不着了。人体让几个肉都讲呢有，他几百嘞，他几百差掉嘞。个搞的是呢，多你过去做解的。你当个学吧，吧，我们都不赢了的。天气里去乌多赢那个，人体里去都，让起里去乌多赢那，可是我把赢那用，等你别，天气个从那全部脱的，多你眼巴都多过的。天气个从那全部多你马东天气热啥样嘛的，天气热啥我不干啥的，我们那都给这样嘛的，从那春季个那个的多你马都把它用死个的，乌多赢那。我们这边来讲，以上是简单跟大家来介绍大圣的修行的次第，可是如果去结合声闻，如何去跟结合的独觉来讲，也跟这是非常相似。不能说15、10嘛，因为我们有到发心的差别等等来讲的话，可是几乎来讲，因为都是什么呢？都是依着空性为自己的主要所修的缘故，他所修行的次第跟刚刚以上的所解释的大圣来讲的话，非常的相似。几乎是一样的。那可是有什么要做一个解释呢？我们不是刚刚讲到，不管是有顿根修持也好，立根的修持也好，我们在立根是先证空性，再进入五道的这个次第来讲的话呢，可是不管这个修行者是再怎么顿根啊，再怎么我们不是用笨哦，大家把跟顿根跟笨是两回事，这不是一用的词，他不要把顿想为是笨，他不是笨这样子，就是再怎么顿根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呢，在于资粮道的上品位置的话，他一定要证空性。他如果没有证空性的话呢，他已经等于说要进入到资粮道的上品的这一扇门已经是关得紧紧的。你没有证空性的话呢，不管你是在于资粮不对，这是在声闻，还是独觉，还是大圣，可以进入
资粮道的上品的位置的话是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啊。只有在什么呢？可能在资粮道的下品跟中品还有可能，可是要到资粮道的上品以上的话呢，如果没有正空性的话呢，是根本是没话谈，没有希望，也没有这个机会。哦呀，这啥？他的要不的啥？他搞的有的是呢，啊。所以我就说嘛，大家不是大家不要旁白啊，大家在上课的时候不用帮我旁白。那个赞誉的欧亚就是很满意的表达。对，没关系。不是，因为大家听到在我们藏文说“欧亚”是什么说很赞叹的赞美那种，就是赞美的这个词，好像你很认同我们上面所说的话。아니 나 당기 가르쳐 그래 디와 파바 시리즈 원시고 송랭 나라 피몽하고 대다 장 랑시고 도만 넘어 따송로와 다 피몽하고 대다 랑시고 도만 넘어 따를 수디 갈라 다 피몽하 이팅 돈이 공고를 송 말와다 좀풍은 셈비 되는 제고 되게 돈이 공고를 송요 아래 다 돈이 공고를 송디 갈라 피몽하 이팅 사무토만이 피몽하고 대다 장 랑시기 도만 넘어 땅 시디 갈라 다 피몽하고 대다 저 랑시고 도만 넘어 따르세야디 피몽하고 디 간지스 랑시고 도만 넘어 공고르세야 깨차디 카시르 땅디갈 다 도마시정 걸 내용을 다 안지 공고르다스 주 도마고 도마니 주소 술이 도마니 제마이 도마니 주소시에 마이노 대나신 초알 자나요 지파 시시 자고래 초아 도마고 도마니 초하고 초아 리진비 도마니 리진비 초아 마이시디 제잔 드시르 자 나마시바르 자 피몽아까 레레라 제제도 진 자고래스 다 사무도마니 곤세디 카시르 또 시차르 땅 거래스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是不是已经说要结合修持空性的次第嘛？来讲的话，说什么是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意自性空。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它是不是结合着五蕴？他说你下面的任何一种分类，任何一种的来讲都是如此吗？这个意这个词讲说，不仅仅是五蕴上面的空性，而后的所有的分类上面也是如此，也是如此的关照。所以后面来讲的话，为了把这一段的这个文字，把它变得更清楚、更明了、更清晰，也把这个整个意思的核心抓进去了。我们是把它说什么？透过这个我们说什么四部空性也好，或者四分空性来讲，是不是也在这边解释？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者我们按照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文字说，色即是空，空性是色，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不异于色。这段来讲的话，就像这个结合的，一般来讲的话呢，受想行识也是如此。所以说什么呢？如果结合什么呢？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于空，空不异于受。以此这样推类，什么呢？五蕴也都是如此。把这个以上的这个阶段的说什么呢？说照见五蕴亦自性空，五蕴是这样子，如同这样子解释的话，如果把它个别去做解释，个别去结合的话呢，这四段是什么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色作为基准点的话，是这样子推类的。一样呢，受想行识也是如此。다 든지 이사라다. 당연히 간소 표명하고 때도 저런 식으로 또 만나 봐. 생기 지어라 봐. 디그는 표명하고는 담보 좀푸대 아래. 다 좀푸랑 식을 주비 또한테 gond이잖니 칠리스 건 거래. 좀푸랑 식을 주비 또한 거는 간치스 건 거래시디. 다 좀푸 집을 장운디 깔로 주지 표명랑 식을 주비 또마. 아니 또만이 소리 또만이 셰마이 또만이 저 소셰마이노 시디. 좀푸 집어티 딘데 사무 또만이 고디 깔로 그 치치 제거토니 공고 요래서 카세르 땅 거래 시차로 땅 거래 좀푸 집어tin다. 다 딜 빼잖아 미니타요 지디 톰바 지조스 톰바 지조와 용 빼장 가시거나 사무체바 지디 미디니 따요래서 那我们上面前面是不是讲到说，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
意自性空。这边讲到五蕴意自性空嘛，讲到五蕴的当中的话呢，五蕴的第一者的例子是什么呢？是应该说，五蕴的自性空，如果要去修持的话呢，要怎么去修持？要如何去修持呢？而在五蕴的第一个位置，首先的位置就是色嘛。那色法要怎么样去修持空性呢？或者要怎么样去修持它的自性空呢？这边来讲的话，是透由4种特征或者4种相貌来去做解释，就是刚刚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透由这样的4种特征而去结合与色法嘛，它是把上面以上的五蕴意自性空，把它作为广大一点或者清楚一点而去讲的话呢，就是讲说以色来讲的话呢，色法本身就要结合了4种特征。所以在经书里面来讲的话呢，这边有用有2种的名称去解释这一段话，就是这个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段话呢，有两段说法，或者有2种用词。有一些人讲说叫什么呢？叫结合4空性。结合4空性，就是把4种空性再结合在这一段，也有这样子。或者有些人讲说什么呢？就是深奥的4种特征，就是深奥的4种特征。这有这种2种说法。有些人讲说是结合4种空性，或者说什么是具有4种深奥特征。有这2种叫这2段为把这个叫为这2种的名词。那个。这里面我们汉语的有些翻译就是颠倒，这是很好。变了，你这些俺说的吧，当不，但是听了印度啊，其他那边的印度啊，但都是的。如，但别那里有的干什么？如东马国，东马你如说当不有了吧？如里东马你些嘛，东马你里就如些嘛，因什么嘞？这是的，当不的这些的如东马国是要的这些的意思。这些的。Somebody, Zuli tomani jema insiadi, tombo zu tombi digere. Tomani zu sociadi digere. Ti digete tomani le zu jema hino se di jevati simbi dige chadiore. Somebody tambi digere. Tambo tu nipa nimbo di dige chadiore. Tanangazo peino china. Somebody jeva nimbo di dige chadiore. 但汉语不是这样，就是颠倒。但家人努力切把伊那直接的东北些呢，直接的几个写过，听这个多。直接你不得当不给了吧？直接的当不给你，直接的几个准备给这差的我的是。别努力切把伊那直接你的念的啥呢？直接你不得几个给给这来啥事？这是的切把给么多，可农业给了么多。好。那因为我这边有2个版本，老师刚好看到我的2个版本，因为刚好你看我们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的翻法就不太一样。那我2个念出来，和大家2个可以做比较，这2个都有很有意义的。和这怎么说呢？因为是2个解释来讲，我们说，我们说在以藏文，我们先用按照藏文的说法来讲，我再把玄奘大师的说法再去说。我们说我们藏文的说法是什么？是色即是空，空性是色，色不异于空，空性不异于色。这个来讲说法的是什么呢？是把所要证明的作为先，能证明者的原因作为后。什么来讲的话，第一个说色即是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所要证明的，这是所证。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色不异于空性，这是它的原因，这是它的原因。色不异于空性就作为原因了。而色不异于空性，为什么色不异于空性呢？是后面的第4者。空性不异于色，这作为的原因。所以第3者跟第4者就是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不异于色，是2者作为原因。而他要证明什么呢？他要证明前面2者的所证明的是第1个跟第2个，就是色即是空，空性即是色。这2者是所要被证明的。而后面的原因在于什么呢？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不异于色。这是玄奘大师的也好。藏文的也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翻译本也好，或者说我们在藏文的翻译本来讲，就是用这样子的用词。而刚好玄奘大师的逻辑或他用的用词呢，就不是这样子的。
玄奘大师这边是什么？是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是什么呢？它是把能证明的原因作为前面的，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原因，看什么呢？所要证明的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什么？所要证明的是作为后面的。这个按照顺序也很有道理了。先把原因说出来，把它所要证明说在后面的，在后面的，这是玄奘大师在这边来讲的，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原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所要证明的。而我们藏文的跟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呢，就不是这样子，它就是色即是空是所要证明的，也空性是色，这是也是所要证明的。那原因在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子呢？色不异于空性，这是第三者的原因。看第三者为什么色不异于空性呢？因为空性是不异于色的缘故。第四个，所以第一跟第二是所要被证明的，第三者跟第四者是能证明他者的原因。但开始当地当部的直下了下，第直接个金色的什么的切，你把的直下了下，第金色的一把的来是他，咋地了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最清楚或者更清楚来跟大家讲说什么呢？那第一者色即是空是所要证明的，那以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色不异于空性，这作为原因。而第二个来讲说，空性是色是所要被证明，看为什么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空性不异于色是作为原因，所以就是1跟3、2跟4做这样的一个配合。哦呀，다 도마지 좀 간수 떼시에 걸 산이 시에 말해. 아니 다 단위들이 쉬고 하지 가리오를 세나스래. 당당 간수 하디 비스 당당 간수 제지 유비드니 베 시라님비 레자 그 마피 마시니 요르스 지디니 레자 그 마시 지디니 요르스. 레자 그 마시 지디니가 그나는 니 바살랑 치지 요르테 나마서르지 제소시다나 냐면서 송도로와. 땡간수 베인으로 춘이 요 말해. 자인으로 유지 말 송도. 디 바살랑 치디 가리오르선 따다 또만일이 주 주지 마인시야 지 여러와 지야데 주다 또만일이 주 주지 마인시야 데 조사비 지쿠텔라 레자 시라니 부 니기나로 치 간지 지어레세나 공주 고인 받는 또만이 도 공또만이 고인 받는 주소 생치지 바살아요 다티 순사디 아니시는 소화돈 드시는 듯이 남아시번호 동가고 데 레자가 마시니까노로 요래 베이노 춘이 요말데 베이기 마시 바스로 요말에 那因为后面我们讲到说结合四空性，我们不是说这一段是讲结合四空性。那结合四空性来讲的话，这个是很重要，也是心经的精要精髓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要仓促的去讲。我想说，我们明天就慢慢的在解释这个结合四空性来讲。可是，在还没有今天结束之前，要跟大家讲一件事的是什么呢？我们或者要提醒大家的话呢，我们这边后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般若心经》的梵文版的时候呢，有找到有分广跟略两版，有广跟略，这不是我说我们现在中文的翻译本也好，也不是我们汉文的翻译本也好，是什么呢？是我们所看到的。梵文的原文的之后呢，在这个什么，在于空性不异于色，就是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不异于色，这后面呢有一段文字，在梵文这后面有一段文字，在我们所有的藏文的译本当中里面的都没有这一段文字，都没有这一段文字。还有我想说，中文可能也没有这一段文字。那总之，现在目前在我手上的这两个版本。鸠摩罗什大师的版本也好，玄奘大师版本也好，都没有这一段文字。那这一段文字是什么呢？当他在梵文的这个结束，不管梵文的有两本都有这一段文字的是什么？是说那如公音把的多么尼多，公如音把的多么尼多，那康多么尼康音把的诉说是刚如音把的多么尼多，公多么尼音把的如说，那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不异于色，这个结束之后呢，说什么呢？那凡是色即为空，凡是空即为色。有这两段文字，后面有一段文字，就我再讲一遍，是不管我们是用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不异于色也好，还是我们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哪一种的译本也好的话，后面还有一段文字是说什么呢？凡色即是空性，凡空即是色。有这两段的。但第그 치리 tung 치바 마도 지금 주 도마고 도마니 주 소세야 된다 그래도 아. 된다 치바래도 아니도. 那只是文字的长跟短，跟前面的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一样的意思嘛？一样的意思。的确。든지 다 도마지 저된 가서 산이 쉬야지. 들이들이 시작이다. 那我们有说结合是空性的话呢，我们明天再慢慢跟大家讲，我们在明天的再花比较详细的多一点时间跟大家讲那个结合式空性。哎。好，那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就来问几个问题来讲的话，我看가르도다. 이거 딱 이게. 근데 this 거저 좋아데 저버들이샤. 근데 계시기 맞아 계시기 까두아 보데 맞아 되나 네데 파파 꾼가오 인베이문나 꾼가오기 다코나서 냠바샤베다什么나와 시작의 딩은증라 소베데 저기 토메나 거저기 거저파什么나와의 딩은증기 냠바 슈유베 수데 커넥션이나스 디다 디 꾼가오기 파 꾼가오 맞습니다. 네 셔리부기 좋아 질레나마 데체 셔리부기 태가了大家都把各自嘛说一些帕帕坚的各自说过的可能意思。那我们这边的问题是说什么？那因为安难尊者是附送这一段的文字的人的话呢，他如果他自己的正量没有到可以入三昧定的话呢，或者观般若波罗僧妙法品的这种的三昧定的话呢，他怎么知道佛陀跟观世音菩萨有入三昧定？以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那如果舍利佛有去请教观世音菩萨的话呢，佛陀在场的话呢，舍利佛为什么不直接就请问佛？为什么要请问观世音菩萨？디 세시근도 코로나 세번도 와. 디디 가르소 우리 건강 수수 지고 말다. 지슈근지부터 있어 배 세번도 와. 그러봐. 간소 든지 요래 가족 계지 종소 세시준도 몸 년천니까 나러 콜었더니 가서 길루 기대 첨보 나동 요래 지 마도 빠데 그거레스 그거디 지주토 요래소 전도 쉬면 줘. 지주근지부터 요디 갈었더니 배더 팅지비 기지 시에바이는 사무토만 인에서도 또 통로 인체 더 잘다. 디 띵에서 마토 받더니 말에 토 요래 했었던 뭐. 那大家也不要想说，다주민지부터 요 말로 왔다. 大家不要想说，虽然我们好像前几天要讲说阿难尊者有什么大罪啊，或者有什么样，可是他也不是简单分子啊。在那个时候，阿难尊者在听般若经的时候，已经获得预流果了。他已经是圣者了，他已经获得预流果，他不是不简单了，他已经是预流果，他只是没有获得阿罗汉果位而已了。这是在哪里？这在般若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在第一页、第二页就已经讲到说，阿难是获得预流果的，所以他已经是获得预流果来这边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前几天讲到说般若经的时候。在般若经的前言，不管是10万颂也好，2万颂也好，说有与大比丘众5000人聚，在这个当中有4999位是获得阿罗汉果位，有1位是没有获得阿罗汉的，那就是阿难嘛。这个来讲的时候呢，是阿难虽然是没有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可是他也已经获得预流果了。如果是以中观应成派来讲的话呢，因为他是获得预流果。他已经是见到以上的圣者的话呢，他也已经现证空性了，他也现证空性了，这样子来讲，所以他也有入深深的定啊，他也有入根本定，他也有入根本定，他不是那种那种一般的凡夫，他不是那种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预流果的圣者，以他的相貌来讲。
인바지디 가르레스나 산지 아니 띵은자라 냠바슈바디 그거 간지시바레 지리지 띵은자라 냠바슈바 그거 간지시바레스나 다 디카드 깨자 참아시라니 뭐는 요 말이스 아제 시라니 뭐는 만 소야디 시라니 보크로 제자돈 제와이 니 치비 깨자 되게 되마도 배나 디카드들 자동기 임베 가르치기 가서 고수 가서야 두 사마티는 깨자 요 말이스 티 메디칼 티 바살라 가르스 고레 산지 냠바슈바 이 아니 지리지 냠바슈바 이시니 티카도 지리지도 산지 코로니에 수 요지레스 로아 야메나 티 녀자리야 단사비 지시 요수 요지레스 드디지도는 시니 지거라 계시 고 냠바슈니 베드 냠바슈에 주나 하마고 아지 인지미지 비게 그게 생시고야 드디야 이지 말에 송거도 那这边他说有问的说为什么那个或者阿难尊者怎么知道佛陀跟观世音菩萨入根本定的或者有入定的时候呢？大家要知道说心经不是讲把这个整个状况或者所有的状况都讲得进去，他不是把这全部的说，他只是把那个精髓的那个扼要的东西来说出来，他不是把那个他说那时候天气怎么样啊，那时候的空气怎么样啊，那时候有什么什么什么那怎么样几点钟啊，或者说那上面有没有鸟在飞来这边啊，或者坐的人有没有在喝茶啊，或者吃什么午餐啊，那不会讲这种话了，那个他不会收这么多东西收进去了。他只是说什么呢？他不是要把所有的这种状况都要提进去的。那什么呢？可能是什么？那个从定当中起来之后呢？刚刚他说，我刚刚的状况是这样子，或者旁边有人跟阿难尊者说，刚刚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在这个情况，所以他等于是把它描述，他只是把精髓或者那种我用我的现在譬喻来讲，现在等于说什么？你看我们看运球那个球赛的时候，我们晚上是不是看那个精彩片段？1分钟你就把整个球赛看完的一样。他心经就等于是那个1分钟的球赛，把那个全部的球赛结合在那边，你不用看那个3个小时浪费那个时间。那总之那个时候就是把什么呢？把这个全部把它集中在最精华的，在般若心经里面集合在里面的当中了。对，你这送的，我想说应该是这样子了。你把的가르쳐나 나 진짜 뭐 용거다. 안 존존 가서 라마 친구도 저기 송신도 되잖아. 안 베트 깨자 참아 이게 디 라마들 죽어야 만다. 안 존존 라민 삽지니 비게 가르쳐 오래 샤데도 속에 레장을 드려도. 근데 테스트 용시그래야. 인지민지 산지를 맞춰야 가르쳐야 돼. 那你看 산지를 맞춰야 갈 디치래. 니把的가르쳐나 다 라마 뻔볼지 뒤치르다. 이바디 산지 뻔볼지우니다. 그러니 바살라 파지 제반 잡았더니 자지 여러 당대 찔리리스다. 도도 제바이나. 제바 찔리. 좋아질리. 那你就大家要想象我们现实状况一样吗？像我们说很多在现实状况是不是有时候有那个很大的师长啊，或者善知识来讲的话呢，有些问题是不用由师长来问啊，是由他的管家啊，或有他的秘书啊，或他有的侍者啊，就可以代打了嘛。就直接把它回答到就好了，你就不用一定要来讲。这是一者，还有另外一者还有什么呢？有些是刻意的，要什么？要有师长坐在那边，让他们去做，把他说，我听到的是这样。他们2个学生或者2个人，把他的自己的所听到的，以师长以佛陀作为像证人一样，我是在你的面前，这样子做来讲，我是以这样子的做供养。以这样子来讲说，我听到的，我所了知，这2方把他的个别的所知道的这样子做一种问答，还是有佛陀来作证啊，来作证，以这种方式。比如说今天我要讲那个心经，然后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啊，我看刚才那个我讲的内容就是你们2个就是讨论这样有吗？不一定是问我啊。我就是这样看，你问他，他回答你，这样也有啊。如果这个问答就是我的想法一模一样的话，那就是我的想法了已经。인지민지 대유디깔의 야주고에 요마르바. 요지 말해서 못 되대. 譬如说，有些是像我们课程，如果有假设希望，我们在这边在私底下啊，或者在课前或课后做研讨的时候呢，或者在问答的时候呢。老师坐在那边不一定是老师说啊，他看到我们这样说，对啊，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在讨论的这样子，我的想法就是你们要说的时候呢，这就是我的想法，可是老师没有说一句话，就是你们2个学生在互相讨论的，可是说这就是我的想法，你看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是你们在讲话，可是说这是我的想法，因为你听到我说的，你们在做讨论之后，这我的想法就是跟你们说的这样子啊。呀，他可能都他嘞，祷告到就行了。呀，好，那我们早上就到这样子了，这样子，看大家请合掌回向了。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중화 칭보자에는 생체 중에 타지슈 개바 시와 소미스 치텐제지 슈지지 치텐제지 슈 치텐제지 슈저지